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1月2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6篇，以赛亚书60章第8节到16节，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万国敬拜。耶稣最后一届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阵呢，伊捌因为圣殿的头前去互人排打，大受气。当伊洁净圣殿了后，就讲：恁敢毋知我的爸的殿要成做祈祷的殿，恁却互伊成做贼兽安尼原因照讲是因为当初使者的单位拢排伫即个外邦人院啦。所以因不但伫迄个所在排打占圣殿的空间，搁做即个压榨人的即个生理啦更较严重就是讲，外邦人就因为安尼，就无法度来到伫圣殿敬拜上帝祈祷。以赛亚书60章第8节到16节，先知书安尼写着啦遐个亲像规片的云飞来，亲像粉鸟飞转来，收的是啥物人？因是对远远的海岛聚集来的军队，他死的船做头，带你的子民囝儿对真远的所在带金带银来，拢是为着上主你的圣上帝。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的名，因为伊已经互你得到荣耀。上主对耶路撒冷讲：外国人会来重建你的城墙，因的君王会服侍你。我捌伫受气中刑罚你，毋久担要施恩怜悯你。你的城门拢会不时开开，日时暝时门拢袂关，安尼列邦会带因的财物来，因的君王的带队排列进贡，毋肯服侍你的列邦甲王国拢会灭亡，遐个邦国拢会彻底荒废。黎巴嫩的阳光就是青州、三两树、杨树，拢会运来耶路撒冷。装他美化我的圣所，我嘛要互我的骹踏的所在得到阳光，逼你遐个人的后代拢会来行礼表敬意，所有藐视你的人会伫你的骹下来跪拜，因要称你做上主的城，以色列的神圣的上帝的锡安。虽然你捌受气杀，受厌恶，无人对你遐经过。我要互你有永远的荣耀，有世世代代的欢喜。你要列国的临属列国的灵，嘛要临君王的年。你就知我上主是你的救主，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大快乐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敬拜上帝的所在，嘛是咧代表以色列民众啦上帝将施恩来赏赐互因，将因来带回到伫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毋但呢，上帝甲应允互济外邦的国王来进贡来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路加写着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伊的读者是一位外邦的官员，称做贿赂的代志。圣经用音去翻译叫提下贿赂代志。这福音明白就是要介绍互外邦人的，互因会当认捌耶稣基督以及圣神的工作，就亲像大使命所交代咱基督徒的。爱互万民来借着爸囝圣神的名来洗礼，然后来敬拜上帝，
甲上帝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所尊敬的提阿非罗先生，伫阮中间所发生的代志，已经有真侪人整理搁编写。这个代志是照遐个起头就亲目看见的人、传道的人所传授互阮的。这个拢总的代志，我有对头到尾详细查。才想讲为着照你的顺序写出来，互你通明白所学习的道理是确实。这福音是路加收集第一手见证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以及收集各种资料编辑来写的，目的就是要将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介绍互外邦。互万人拢来敬拜主。诗篇46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困难，是患难中及时的帮站。虽然地大变动，山锁到伫海中，海水野涌哗哗吼，山因为海中摇转，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就是至关上帝行起性的所在，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天不光，上帝就帮赞伊。列邦哗哗吼，列国动摇。上帝出声，地就消扬。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伊压指经斩断枪，放火烧战车，伊互战争拢煞，全地和平。伊讲拢掂掂，就知影我是上帝。我伫列邦受尊崇，伫全地受尊最大。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满心感谢上帝的赐福，互阮会当得到福音，会当得救。求主帮助阮，不但不去排斥别人、拒绝别人，更较互阮积极毋捌基督的人来传福音。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